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，对初四开始暂停印尼移工入境台湾。这台湾也发生欠移工的问题。不过，安尼做连带着台湾企业也着爱面对移工签证问题，是因为印尼政府打算讲，对明年开始，有需要移工的企业着爱付关相当的费用，包含着签证过期爱换新证，可能爱台湾的头家来出钱。台湾的企业也希望政府着爱赶紧想办法处理。 房间内是隔离检疫拄煞印尼移工，也毋过对初四开始，印尼移工暂时袂当入境2礼拜，除了欠工，头家嘛烦恼，明年印尼迄边阁要实施的零付费的政策，会增加负担。那如果说他这样子延到这种床位抽不到的状况下，不知道延到不晓得延到什么时候。如果真的到时候过期的话，我们现在是适用旧制。 政府所谓的旧制，那如果这样的话过期，我们还是适用旧制吗？还是要用到新制？新制的话，对我们来讲，那个费用还要再另外再花费是一笔的费用。像这位陈小姐申请的印尼看护工，10月底就摕到签证，到达也未入来。即马除了这段浪芳期间，要家己来想办法。那拖到移工的签证到期，明年要入来台湾，要用新政策。 来回机票、检疫费用等等，就要各开收费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我们印尼那在实施 Leo Coast 的这个的临界点，大概就是12月31号以前要完成签证跟 PAP。那这个时间冻结呢，那外交部这边其实也是暂停受理签证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会导致说原本已经打算来台湾办签证的外劳，他来不及办签证，会被迫用到新制的 Leo Coast 的专案，那这一方面的费用大概一个人大概要多付到45000块以上。中介公司表示，根据因的了解，国内发布未当入境了后，政府嘛暂停发予印尼移工签证。有人拄到已经送件，不过也未赴连年底进行办理。有人是惊签证3个月到期，明年爱搁重签。 所以，因是希望政府会当甲印尼政府来参详，互印尼遐提出的零付费的政策，延后实施的时间。劳动部是回应讲，抑搁咧参印尼迄边来协商。记者陈嘉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